咁啊，今日咧5月17號啦，剛好咧就係我哋一家人咧嚟咗英國咧就5年嘅時間啦，啱啱好今日咧就係5年嘅時間啦。咁啊，記得5年前喺倫敦落機 COVID-19，咁啊入境嗰陣時咧上到嚟利物浦就仲要咧係隔離10日，咁啊有2日出咗去要交嗰個COVID-19 嗰個測試棒啦，入落郵筒啦，人生路不熟啦，咁啊嚟到而家5年後咧，早上2、3個月前咧我哋就已經定居咗喺英國啦。咁啊呢5年咧過得好快啦，好多事發生咗啦，但係都係叫做生活平淡嘅一群啦，唔係會好即係你出邊發生啲咩事啦，唔八卦啦，做翻自己做嘅嘢啦，咁啊即係要工作嘅就工作，努力工作，咁就做翻自己嘅本分，做翻自己過翻自己嘅生活到其實已經 OK 噶啦，咁樣都唔奢望話咁多嘢大起大跌啦，咁啊有一個平常嘅心啦，平實嘅心啦，老實嘅心啦，咁啊去待人接物啦，我覺得呢個就係我做人嘅宗旨啦同態度啦。另外咧就好多謝咧呢5年嚟咧有份提攜過我啊，俾個機會我啊，揾我做嘢啊嘅客人啦，咁啊有啲客人變咗朋友啦，有啲客咧就都會翻頭繼續揾我幫佢做嘢啦，咁啊多謝啲新嘅客人啦，又俾機會我啦，幫佢走啦，用心努力做好件事，有咩就負翻個責任，咁我覺得呢個係做人嘅宗旨啦。未有定居啊，或者將來嚟緊入籍啊，大家都順順利利啦，可以順利通過啦。希望大家祝大家身體健康先，拜拜。